送出去，这个紧起来，这个开起来。应该是即马应该是有看到啦，吼。有看到。好，安尼好，咱开始吼。顶回是敢若是读到这12项物件还未读吼，而且咱先甲这段咱来报告嘛，斗阵来甲读一遍吼。我看今仔日，好，即马人较少，敢若咱4个啦吼。我先看觅啊，好，一句一句来，本来想讲规段吼，一句一句来。度这日真闹热，老大家伫妈祖婆推仔祖的面前烧香点火，烧金跋杯。好，毋多，爸比我都有法度做一群读到遮来，试看觅啊，好。好。是为度这只？对，度这日。度这日真绕真。伫妈祖婆推仔祖的面前，对吧？拄则读吼，面前烧香点火，烧金跋杯。好，真好，因为你家己读的吼，无人甲你带，所以你家己有法度白话你家己有法度互音出来，已经是足厉害啊吼。来，马文。度这日真闹热，老大家伫妈祖婆推仔祖的面前烧香点火，烧金跋杯，是读到遮还是搁读？对，读到遮吼。来，3年。OK， 好，咱们。3年毋知方便无？好，安尼若无方便，咱爸比来，咱搁刷一下吼。夜半青草请人客，哦，这段倒。夜半青草请人客。哦，马文。夜半青草请人客。迄时有一款的风俗，就是下12项米，伫掠蚵仔，就伫遐烧香讲咧，然后抱度这囡仔来遐试看伊爱先摕倒一项米。哦，这搁拢较慢尔。读到遮啦吼，来倒一项米安尼，芭比。好，迄时有一款风俗。风俗哦，爱俗爱读做俗嘿。风俗，嘿，第8条嘿。风俗就是12项米。哎呀，音调怎么？12项米，知道吗？12项米，伫掠蚵仔，就伫遐烧香讲咧，
然后多济多囡仔，多济吼，多济啊是多济囡哈，多济囡仔爱变调的尔吼。多济囡仔哦，多济囡仔来遐去看伊爱先摕倒一项米。嘿，去看伊爱先摕倒一项米吼。一项米。你平常时若看台语文献是看汉字甲汉字版较做就对啦吼。嗯。应该是汉字本，你可能无什么机会摕到白话字本吼。好，可以了解。好，我有其中一句我读你看你听得出声调有啥无共无吼？好。就是下12项米，啊，甲拄则你读啊，就是下12项米。你刚才读吼？就是下12项米，嘿，应该是就是下12项米吼。嘿，米是悬调，嘿。米好。嘿，好，咱佫继续吼。照伊所体的米来分别伊，分别应该第8条，伊应该是typo吼 ，PIAT 应该第8条，来分别伊忠诚要做甚物好人。好，来读到遮。拄则拉面3年都无读呢。哦，你拍出来的，蛮好来，对，迄时有一款的风俗开始。嘛是讲北部人的第8条强要无去啊，所以阮就尽量甲伊讲倒转来安尼。来，迄时有一款的风俗，就是下12项米伫掠蚵仔，就伫遐烧香讲咧，然后抱大济囡仔来遐，试看伊爱先摕倒一项米，照伊所摕的米来分别伊忠诚要做甚物互人哦，甚物互人。应该是好才对呢。我咧摇是毋是个伊个type步，咱分别应该第8条嘛？甚物互人应该。什么好人？什么款的人啦？嘿，我咧摇迄个乌点加出来。啊，无你若讲做什物互人，这毋是怪怪吗？你做什物互人？对啊。怪，嘿，应该是互人啦吼，应该是type步嘿。听我教授是讲，倒一号的号，安尼应该是有可能真正是typo，因为号应该是 HO 尔，你可以算 HO 加点的表示迄种啊，应该 typo。加拍一点。所以听我教授伫咧罗马字遐的时阵，伊就甲迄个 O 点摕掉啊。啊，分别的别应该第8条嘛吼。分别的别条应该第8条啊，所以这个应该算typo无？这两个typo 啊。好，我毋知3年敢有闲通读，若方便你就读，啊，若无你就方便出声，若无我就继续啦吼。好，我来。迄时有一款的风俗，就是你要对头开始读无？你要对头开始读无？对即个大祭日、真老日。你拄则无读？嘿。大祭日都爱连做伙哦，爱大祭日。好，大祭日真老日，老大家伫妈祖婆
推仔座的面前，烧香点火，烧金跋杯，夜办青草，请人客。迄时有一款的风俗，就是下12项米，伫寮啊，就伫遐烧香讲咧，然后抱这囡仔来遐试看伊爱先摕倒一项米，照伊所摕米来分别伊中成要做什么互人。什么互人？嘿，好，来继续最后一句我读个。迄时至勤的大家也有备办12项，就是吼，咱等下来读。我看毋免啦，你毋免读啦，咱继续刷者来看咧吼。12项咱来看吼，第一，韭菜，我毋知这摕韭菜是啥物意思吼？我伊12项就有足奇怪吼。第二，苦糖蜜吼，苦糖蜜，啥物叫做苦糖蜜咧？咱来查者好。苦糖我知啦，苦糖蜜我就毋知啦吼。我先查一下 BIH 第八条。H 第8条，我是对毋对 ？BH 第8哦，苦糖蜜，真正毋知。蜜就是面啦吼。对啊。米啊。嘿，现在滴米啊。嘿，米吼，米啊，对啊，写做薄片。物件，米啊吼，竹米啊，或者是米饼，是竹米边下掠鱼的器躯，叫做米饼吼，这我捌听过。米梨就竹啊去做迄种焖梨啦吼，而且伊这例句原来有苦糖米，苦糖米就是用。但是苦糖米我也是无解理解到底是指啥物件呢？我查一下吼。苦糖米。苦糖蜜是指用竹米编织来捆绑固定茶桶的外围，互伊袂散开的这种环。OK， 所以呢，若是制作茶桶的关键的材料，象征团结凝聚力。伫咧丧葬习俗当中，嘛常常用来譬如家族凝聚的意义。安尼我知影苦糖蜜是啥？苦糖就是，苦糖蜜就是，我看嘛，咱直接看这个图。对，这图拄啊好吼。伊这是 Facebook 某咪人台湾话资料交流所这只苦糖蜜就是生做即型啦。这
伫咧围炉的时阵吼，伫过年时围炉的时阵吼，会用炉啊外口会用一个箍筒，你甲箍起来吼。我想看觅较早阮兜咧围炉的时阵，阮是用啥物件去箍啊？因为无可能去甲专工去甲箍筒迄物件拆落来嘛。我是有用啥物件去箍，但我一时都想袂起来呢。阮真正是用一个即种宽形的物件去箍啦吼。OK， 箍筒蜜，所以安尼箍筒蜜我知吼。拄则呢，毋知拄则看迄图应该看会着吼。过来，红菇哦，我毋知摕红菇有啥物意义。第四，鸭卵。第五，银的银两啦吼，银吼。第六，笔哦 ，pencil 哦。第七，金蕉吼，金蕉即个腔口我是袂安尼讲啦，我讲金蕉啦吼，用金蕉吼。第八，金蕉就 banana 吼。第八，红壳 ，OK， 红壳，红壳毋知是毋是我所理解迄个红壳，应该是啊吼，酒壳的壳吼 ，ANG 第五条壳 KHAK。哦，红壳红曲啦吼，讲到红曲是啥物款，我都无解清楚咧。我敢若知影伊家己咧，你生鸡肉迄种型的迄个红壳啦吼。哦，就是即种哦，是一种用红壳捆接种伫咧彩色的米顶头发架，成做红色的米。会当用伫咧食品加工，比如讲泥色发架，或者是做成保健食品。红壳有含即个摩拉可林吼，即个成分甲降胆固醇的药啊，相像吼，会当帮助降低胆固醇，但是食用的时阵爱注意伊个内藏的即个副作用的风险，了解一下，学一下物件啦吼。好，这就是红壳吼。继续转来小说家，第九项是结饼吼。结饼是啥物饼？我袂记啊，来查一下吼。结饼是结仔饼吼 ，KIATPIANN 第三条。结饼，结当然就是结仔啦吼。金柑结吼，结饼。好，我摇的应该是迄啦吼，书顶是无收。第十是顶是指啥？顶是啥物顶？哦，顶是鼎吗？TENG 第二条顶。哦，毋是顶是。顶甲顶的警察。哈？歹势。还说顶甲顶的警察，这是顶啊。毋是咧，我查你大书店顶是啥物？你凊物件迄个有无？迄种凊药、凊人参、凊即个药材迄种足轻的迄种凊啊。嘿，叫做顶啦。迄物件我足罕咧用吼，所以我知有这物件足罕咧咧用吼，所以即个听即个声音想袂到遐去吼。例句是药滴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用轻，你是轻足轻的物件轻啊吼。第二个是用顶来轻物件，就是动词啦吼，一个名词一个动词拢叫做顶吼。好，名词比如讲药顶就是轻药啊吼，因为药啊足轻的嘛吼。
或者是就是叫做丁啊，丁啊，应该头个头个丁啊吼。第二项是，伊会变第一条，嘿，伊会变第一条，哦，对，丁啊，嘿，丁啊，吼，哦，丁啊，嘿。第二是丁，变条丁银，就是用来称银两的啦吼，丁银，称银呢，称金啊吼，丁银，丁金吼，丁就是做动词用吼，所以丁。第11项是笑吼，伊即个顶啊，伊这顶啊有会使称物件的、放物件的，总共有4种。上轻的、上细项的，就是即个顶啊嘛，伊就是咧称金、银、药材、锌啊，迄种足贵重的。伊迄可能差1厘啊，迄价钱就差咧足济啊，所以即种是上细项的。搁起哩就是称啊，称啊一般可能靠尾讲的，你去买菜的时阵，迄种称啊就是称1斤、2斤，喊咧超价5斤，大概无啥物称啊会使放10斤以上的。所以若要放10斤以上，就变牛啊。古早时代迄种牛啊，敢若是用一支吧，就是伊用类似杠杆原理迄种物件来，迄种就是可能在称10斤到50斤之间，要称到70斤，可能迄个牛啊袂堪一支无遐尼粗，所以佫去就是磅啊，磅啊就是磅猪的，迄猪啦，也是较大只的。鸡有当时啊，可能牛啊嘛无好磅，还是安怎？反正就是要去称这个重，迄就是因为伊的单价有真差，佮物件大细项有真差，所以伫咧读伫咱正城日志内底会有迄个公称处，应该就是会备办即种要称重的物件，对顶啊。称啊、牛啊、甲磅啊这4种，当然现在社会嘛是看啥物所在嘛。你讲猪的化卖迄种的，就是猪行过伫一个所在称重，或者是伫咧公用的迄种或者啥市场，伊的迄个出入口嘛会放一台细台的磅啊，迄种细台的磅啊可能。我捌经过看到的，大概就是5公斤，还是10斤以下会使磅。因为你去市场买，你大概无可能买2车20斤的物件，因为迄就是互你一项一项哦。你即摆你即间大头买的物件，伊有甲你食称头无？你去迄间大头买的物件，伊甲你头斤减两无？就是迄个公共的官方有认证过，互你淡仔磅看卖啊。所以丁啊、称啊、牛啊、磅啊，这4种啊，以上。好，感谢马文吼。牛啊吼，我毋知查会着诶。牛啊，好来，有。称啊，就是称的迄个嘛。牛就是牛体温迄个牛啦。来，磅就是磅针的磅吧，石字磅啊。来，我用图互各位看一下吼，这叫做丁啊吼，称啊就称啊只有1支啦，但是看袂出即个大小吼，称啊的大小就差不多是。称啊，应该你伫咧菜市啊看到，迄就是称啊啦吼，就是1支差不多是尺外长，2尺加2尺长安尼啦吼。牛啊呢？牛啊伫遮都有一张图有吼。哦，拄好遮有一个人有一个，好，牛啊伫倒位？倒解，好。哦，牛仔伫遮吼，你看这伊啊吼，人伫边啊，你看这一只牛仔有时啊踩起来差不多一人悬啦吼。牛仔呢，所以这其实吼，拄则马文讲会当称偌重，我知影啦吼，应该会当称足重吼，可能会当称到100外斤去吼。就是
牛仔大迄只客两支吼，一支是凊仔，一支牛仔，牛仔较大支啊，迄个凊队嘛，就大粒的吼。啊，伊有一支，伊这一个人无可能，你一个人一手要哪有法度举100外斤啊吼，所以这是吼，伊一定是用即支牛仔吼，是2个人来耕，安怎耕呢？即只有一条绳啊吼，绳啊用一支冰担，我虽然定定看有人咧凊迄个凊尺嘛吼，尺一包尺，其实拢50斤应该是走袂去啦吼，50斤差不多嘿，一包米50-60斤是走袂去，啊所以呢，一包毋是一包米，一包尺吼，所以迄凊的时阵绝对是2个人用冰担甲即支牛仔甲卷起来，再挂一包尺伫咧即个钩仔顶头，来凊安尼。这是阮较早定咧看着吼，叫做牛仔吼。所以有4种，就是拄则马文讲的吼，钉仔、蛏仔、牛仔甲枋仔吼。OK， 感谢马文甲咱讲啊遮尔完整吼，遮尔交争。好，来第11项叫做笑吼。笑就敢若笑尔啦，我是毋知有啥物吼，有啥物无共的器具吼，笑。计计是啥物讲笑吼？好，第12项红虾，红虾佫是啥？红虾是红色的虾啊，敢是 ？ANG 的。到处是讲红色的虾，敢会是总铺师要欠芳用的啊？而且应该上面就是伊伫咧暗示讲。这每一项拢顶是代表一种职业嘛。笑我想着有可能可用介笑，介笑敢若是算先生要甲囡仔夹的时阵摕伫咧手的嘛，对无？所以这每一项其实拢应该是至少代表一种行业安尼啊。笑当然，足侪行业会用着笑啊，做目会用着笑，做车衫。确定伊这可能是毋是较看起来遐物件，就是较毋是做工用的迄种。当然金少种做嘛算 OK 啊，所以无着笑足济做衫对无？做西装迄嘛是爱用着笑啊，拢爱用着笑。布笑是皮笑，嘿啊。伊即个时代背景，敢若是当时嘛，迄阵敢若是1896年，迄个金星。出世的时阵，敢若1910几年嘛，所以可能敢若伫20世纪初期。迄个时阵我无确定，光笑我毋知，还是皮笑，我哋大概就是迄类的嘛。建筑师还是做西装的，还是啥看下。对，咱敢若看到名词，毋知实体物件到底是啥，这可能真正是毋是原来嘛和时代有关系。就讲这12项。伫咧即个20世纪初期准备的是这12项，到1950年的时阵，换者传的12项，佮另外12项啊。单头当尾有一寡所在，伊嘛是咧办迄种互囡仔伫咧迄个啥抓住迄个行为，迄种方向嘛。迄所在，可能孔子庙，或者是泸州有一个历史的古早厝，伊嘛有咧办即种活动。传的范式，现主时看起来。甲即12项有倒几样是搁原来保留起来，我是毋捌去过，我毋知影。以上抓住台语的表达法安尼讲，掠刀济，但是怪怪吼。好，我是毋捌听人讲，伊即只嘛无写啊，嘛拢写规即项代志写只落长，无用一个词来总结讲即项活动。好，12项红，第12项红虾，然后开始应该就是 shrimp， 或者是 lobster， 我毋知对一种吼。好，咱继续来个读者吼。就是咱即马一群做一群甲读到遮吼。迄时志勤的大家也有备办12项，就是这12项吼。来，芭比来。
迄时志勤会当家也有备办12项，就是韭菜，口汤米，苦糖米不，要谈苦糖口汤米，米，嘿，口汤米，安菇啊，这个是什么啊？不要谈这个。我超工要互你练习家己发音啊，来家己 spelling 啊，所以我歹甲你提醒，你家己试看嘛，你有法度毋捌的字，你有法度甲念出来，听字对无？哈？对无那？H 是咪？H 是咪 ？H 是咪入声？啊，这种入声你就是先莫有 H， 啊你有安尼，啊伊这是 H 是第四条嘛 ？H 是莫看头前表示讲伊是所以所以这是第四条后壁 NNG 是第七条嘛？能，啊是能安尼。哦，我其实是袂晓，我每次我大概看到NNG 这款的，就卡伫咧遐。因为你袂惯就是势甲，雄雄毋知咧弹，毋知就是雄雄毋知要弹啥物音出去，嘿，就卡伫咧遐。嘿，能嘿对，好零笔金蕉，塔这是什么？吉饼，结，吉饼，嘿对，吉饼，然后定对，好，然后球，红黑，对，好来马文，迄时志勤的大家也有备办12项，就是韭菜、苦汤米、红菇、鸭卵、银、白、金蕉、红壳、结饼、顶、笑、红虾。好，真好，3年。哦好，来我读一个。你手机这个等下啦，歹势袂使啊，拜拜。3年无方便哦，剧文敢有方便？敢有人甲记起来？伊无方便，好，无方便袂要紧。伊拄才去看电影，哦，安尼啊，好，即摆转去。好，OK。老卡这位佛罗摩萨，毋知你有兴趣？你若有兴趣，你再举一手阮的人，我甲恁设做主持人，吼，恁再帮我救。好 ，OK。老卡有兴趣，他会早做你举手吼。好，咱继续看咧。来，最后一段23页，最后一段吼。就抱金星来摕吼，就甲即个金星拄则出世吼，大姐吼，大姐囡仔，甲抱来摕看即12项伊会摕啥？迄时大家围雷来看吼，迄时大家围雷来看。等下再来解说啦吼，我先甲读者，志勤甲大川市准做。变心色，就互伊抛弃。迄时金星起手就对中央迄支笔举起来。阿公看一个欢喜甲喙鬚啊翘吼，因为欢喜即个孙。将来是读册人吼，
这12项有文的有武的啦吼，意思就是安尼啦吼。啊，我平常去看对一项是代表啥物啦吼？迄有兴趣你再家己去看啦，我是无兴趣啦吼。啊，你伫即只你嘛当看着讲因即个基督教吼，对即种其实是无解赞成即种活动吼。即讲起来对基督教教义开始讲起吼，所以我平常讲吼，就是简单讲，就是因无介意将运命交伫个鬼个手头，交伫个迄种毋知影是啥物件梦算的有诶无诶，因爱交互上帝吼，所以一切交上帝，信靠上帝，因袂用算命，袂用即种溜口即种各种方式去看你诶未来，去算你诶命吼，因袂安尼做啦吼。好啊，所以其实เรา伫台湾足侪风俗，其实含西方吼有冲突诶吼，其实是有冲突诶啦吼。即当中就是看你是要做一个西方观点诶坚持，还是做台湾人诶坚持啊吼。我毋是讲台湾人一定好啊歹啦，我意思是讲其实是有冲突诶吼。好来继续，咱自头即段过来甲搁甲看有啥物厉害学诶吼。就抱真心来摕吼，这应该拢知啦吼。迄时大家吼，咱较惯是讲大家啦吼，大家安怎吼？大家当然是我查者吼。我福建讲大家嘛是。我声调嘛，敢若读毋对吼。大家，敢若是第7条。我毋捌去查个，这真正发现讲这是大问题。好是安尼是对大家先来吼，大家为什么也无？大是第7条。大家就是 everybody 嘛吼 ，everyone 大家吼，所有的人互相吼，大家，大家啊，另外口语惯势讲的是应该是第8条。大家吼，大家第8条，大家吼，伊讲是漳州腔，就安尼讲啊，大家是每一家，或者是漳州腔讲的 everybody。若大家咧。大家吼，每一个吼 ，everyone 吼，大家这是咱惯势讲的讲法啦。大家或者是大家吼，其他腔口就我毋捌安尼讲啦吼。大家啦，歹势。这吼我平常时根本就袂想着要去查字典吼。一工内底用几啊遍吼，大家吼 ，take 吼，好，大家围雷来看吼，围雷即个词，即嘛人可能都袂晓用啊吼，围过来看大家会晓啦，围雷大家袂晓吼，围雷。围大家知嘛？围就是围起来，包围起来吼。雷呢，主要是即个雷字。为什么无？对啊，所以迄个大理大师咧无收围雷吼。即个教会用较侪啦吼。
无真正无好。甘味点，雷。我拄则看一字要成啊，要成，我哋伊写敢若写做离线尔吼。就是即字雷字啊，拄则书顶写做离线即字吼。但是这是北，我看觅啊，三连应该是有。昆北雷堆吼，好，围雷的雷应该是迄个雷堆即个意思啦吼，就是叠成一堆啦吼，或者是雷的累积累积雷，毋是雷，啊那安尼读爱变调吼，累积吼，累积吼。堆叠累积堆叠叫做雷啦，但是甘味点敢若收昆北甲雷堆尔啦吼，雷堆就是拄则讲的即个累积堆叠啦吼，伊是用迄个累积的累吼，迄个汉字吼，雷围雷吼，所以围雷就是逐规阵人围起来吼。接做伙，接做堆啊，围伫边啊，吼，围伫即个四色吼，叫做围雷来看，看即个囡仔第三点。听我教授甲当做是音变。啊，当做啥？音变，伊是当做围起来啦，围画起来，因为台语有即种双塔字嘛，对无围起来，围画来安尼。啊，毋过。我嘛毋知啥物原因，围是无声母。啊，当然阿宽兄可能恁自细捌听到过，就敢你讲的，可能是教会内开咧用即个字词。啊，变成讲用即个字词算，现主是咱无法度伫伊字词顶找着，啊，无法度找着。清华教授直接是讲了做音变，啊，那会加一个 L 的音，这我毋知影。伊的汉字是直接写围伊目前白话字是写围雷嘛，啊，不过清华教授，伊改写做罗马字了，原来保留围雷，啊，不过汉字的时阵啊，伊颠倒就是写围起来，迄个围的两字汉字做塔字，因为伫遮的白话字文献啊，清华教授有认定，可能伊找到资料是安怎着，甲足侪所在拢讲迄个做异变，啊，咱即马。即个围雷我是毋捌听到过，啊，有可能就是伫教会内开始用到即种围雷即种讲法安尼。以上。OK， 当然教会用即个词应该是可能巴克咧版圣经用到，然后我无啥印象啦吼。但是我知影伫教会用即个词是用足多啦吼。哦，但你大书顶有收围哦吼。但你大书顶有收围，因为我拄则无，我敢若查围雷吼，我无查围吼。Embry 就有收围雷吼 ，surround 吼。那安尼 Embry 收诶，因为伊就是用围雷嘛，啊，清华教授甲伊当作音变，就讲咱进前有去读到一个所在，就是因之前老爸去用讲一个倒落去嘛，也毋过迄个雪纷纷倒伫涂骹。咱看到的字是安尼，也毋过迄个时阵伊的罗马字是倒落伫涂骹，啊，清华教授嘛是甲伊当做是倒的音变倒落安尼 ，TOLO 安尼，所以 TOLO 我会使理解讲迄个倒的倒是字尖音，啊，你为着要较简性去念变 L 音，这我都理解，啊，即个围雷的哇，围明明是无声母。啊，无声母，伊哪形容出一个 L 的声母，或者是即四组的声母啊，就是讲字尖的、字根的、啥遐的，迄四组是毋是攞即个音较好发，怎甲插入去？因为其他你讲啵即几个声母怪啊，你讲哥迄个声母嘛怪，滋这声母嘛怪，
听起来看起来就敢若倒迄个倒的声母较好查的款，所以微微会变微雷即种音变，我毋知影，这是我目前听我教授讲这音变，然后去推想出来，我个人用的以上。我咧看原文日文版的啦吼，我来无看到微雷啊，微啦，伊是写微，我伫遮啦吼，微雷嘛吼，伊嘛有偏执，其实大理大字典嘛有收微雷即个音啦吼，微雷，遮吼微雷啊，伊嘛是汉语用即共即个两字拢写做微吼，微就对啦吼。微雷哈，微雷哈，好，可能是音变，啊无就是照我拄则讲的迄个教会内底的规则吼，是可能是巴克利版圣经吼，但是我无印象中巴克利版圣经对用的即个应该是有啦，绝对是有啦，只是我是想袂起来吼。教会内底圣诗歌定来用微雷吼，啊伊的汉字就是用我拄则讲的迄个雷石吼。雷堆吼，来微雷，所以大家微雷来看，志勤甲大传是遵做变心式吼。即句话简单讲，伊是写甲足轻啦，意思讲这两位教导认为啊，这个好变心式的吼，都随在意啦吼，做去啦吼。志勤甲大传是准做变心式，当然这是这个田亏判伊的看法吼，这毋是志勤甲大传，志勤甲大传拢是伊写出来吼，所以是田亏判的看法是讲啊，这就是变心式啦。只好伫咧这个小说的这个剧情内底要安排这段嘛啊。提醒一个变心式就好啊吼，莫当做是你算命安尼啦吼。志勤甲大传是遵做变心式吼，为虾米安尼写吼？你要理解吼。好，变心式吼，变心式是，我想我们华语呐，华语安怎表达？当做是好玩的，嘿。敢若我即马想会到就是安尼，当做是游戏玩游戏，嘿，安尼就叫做变心式，安尼理解无？因为无对应的啦吼，华语无直接对应的讲哦变什么无啦，无即物件啦吼。变心式是台语的讲法吼。好，咱来看即个变字，即个动词吼，平常时会当安怎来用吼？变心式吼，会当安尼用吼。变有字性就准个吼，变正啥物？变正就是变嘛吼。第三个是做啥物功夫，做啥物手艺叫做变吼。咱来看一下例句，变正是 become， 或者是become， 或者是啥 render 哟。酒变正醋，就是酒变醋哦。意思是指官府无酒争吵，所以酒变醋哦。就是无咧酒啦，啊无酒拿酒咧，到尾就变醋啦吼。酒变醋，当然这是对，酒变醋啦吼，这是。我认为这毋是好诶话啦吼，无必要传落吼。好，过来珍珠变鸟池屎，意思是有价值诶物件变做无价值吼。珍珠变鸟池屎吼。过来是查某囡仔18变吼。18变啦，歹势啦，查某囡仔18变吼，女大18变就对啦吼，查某囡仔18变吼。过来变较水吼，变较水，
变面变较水是长得更漂亮嘛哈，变较水，变面就是翻脸哈。所以另外华语用翻，但是台语用变哈，用变哈。所以台语的变面不是华语的变面哈，不是华语的变脸哈。华语的变脸嘛是会使啦，我即马想啊，其实嘛是会使哈。好，来第三讲做啥物功夫做手艺哈。所以你变啥物，就是你咧做啥物，变啥物哈。变看有头路无哈？变看就是看能不能搞出什么成就，还是搞出什么？我说华语跟他讲，哈，就是搞出什么名堂啊？对，搞出什么名堂？嘿嘿，变看有头路无？哦，七变八变排了了哈，就是乌白母啦哈，七变八变排了了哈。所以这个变哩，毋是干那 change 尔，毋是干那迄种变化哈，是原来伫台语有迄种做哈，有迄种你落去就是改变哈，但是最动词用就是你想要去甲一个物件变做另外一款哈，就是变，就是做哈，所以变啥物？变啥？你咧变啥物？吼，就是你做啥物？吼。张如洪教授即个变啊，伊举两个例。嘿。当然就是以日语来讲，就是虾米的纳入嘛，吼。所以伊举的一部例句，我个感觉真咩讲？中文华语讲丑小鸭变天鹅。是。伊讲咕噜变天鹅，伊写咕噜变天鹅啊。我会记得丑小鸭变天鹅，敢若有一个英语是 UGLY 嘛，ugly 嘛。我印象中，我学嘅英语敢若是安尼。毋过伊记的即个咧是咕噜我咧猜想，伊是毋是要改当做谐音字？因为迄个 UGLY 是 ugly 嘛。毋过伊记的咧除了写罗马字以外，伊的汉罗人毋写是写米后壁敢若。KULU 个后壁就是伊可能讲即个duck 甲伊插入去 UGLY 即个读法，我个人猜想的，因为丑小鸭变天鹅，迄个丑敢若是 usually ugly 嘛，就怎啊？我咧猜想伊就迄句话伊记的就是讲咕噜变天鹅，吼，这是第一个例句。第二就是咱可能嘛。有咧讲，也是定会听到讲，你伫变啥梦啊？你对来讲，迄个变就是有中文讲在搞什么搞？因中国嘛，就爱用搞这个字，这个动作，还是做上面在做什么嘛？吼，这是张如洪教授伊讲的两个例的例句。迄个日本人村上佳音伊编的这个，伊嘛是原来嘛有两个例句。伊第一个就是讲面随变。可能是变面也是安怎嘛？毋过伊台语字写面随便的日语缩写迄个啥伊写颜色，毋过我毋知颜色日语要安怎读吼。可比讲考一路，那照汉字的日文读法是考一路สุกุ开路，吼，这是伊第一个。第二个是变好人，就是讲善人嘛，变做已经毋知可能改头换面还是安怎？这是伊讲尼纳鲁的即个讲法。然后第二个是讲啥物细项物件去做迄个动作。伊讲踮兄弟变啥物安尼，含拄则张龙教授讲迄个第二个讲，你第变啥梦，就是迄个变，就是有中文华语讲的在搞什么的搞。在做什么的做安尼所以变即个词，就是拄则所讲的，有可能讲本正是丑小鸭，一段时间了，伊就会知迄个特性也是特点，伊就会变天鹅。其实本正就天鹅只是细只是人看袂出来嘛。毋过别人想讲伊是改变，毋过这应该嘛是算改变吧。我无真确定，所以这是即个本字书店所提供的内容。以上。
歹势嘛，我个 summarize 一下。你讲两个意思嘛，一个是就是啥物哪路，就是变做啥嘛吼，变哪路对吧？第二个是啥物？第二个张龙教授是讲教还是做，例就是讲你咧变啥物？哦，OK，嘿嘿嘿。日本人伊即个句是讲踮遐伫变啥物？踮遐伫变啥物？安尼伊个句是安尼。所以和大理大词典的两个规则是相款意思，吼，一个是变做啥物，吼，哪路？第三个是做啥物？做功夫、做手艺、做啥物有诶无诶，吼。好 ，OK。伫英语内底吼，就是比如讲 become， 或者是有一个叫做 render 吼。我感觉即个词应该是真接近吼。Render is a synonym of make， 就是做啥物 make 吼，讲艺术啦吼 ，render 就是 make 吼。Technically it means cause to become， 基本上就是 cause to become。即要安怎翻译？就是拄则讲做啥物，互变做啥物，吼，对一项变做啥物一项，吼。所以 render make 哪路吼，日语内底哪路吼，华语的教吼，其实就是拢台语即个变的意思，拢会当摕来用吼。好，咱转来小说家吼，变心色吼，所以变心色，讲当做是大家咧遵照咧变心色，就是大家在搞有意思、搞好玩的，就是做吼。做趣味的，做趣味啦吼，做趣味，拄则讲做啥物功夫，做啥物手艺，做啥物做，不管做啥物，拢会使变啦吼。当然，即个变吼，其实你若讲大家做用变来表达，其实你就听出来讲，这毋是一种介正经的讲法。毋是，即个讲法就表示讲，你迄种做法毋是介正经，或者是讲即句话的人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，伊无介认同，伊认为你无咧正经做代志，你咧变啥物？当你安尼讲，当你问人讲你咧变啥？比我问讲你咧做啥物？其实较无尊重，迄个语气其实爱注意吼，你毋通去想讲即种equivalent 吼，毋是。我规则是安尼规则，但是其实是用伫个即个口气，其实毋是介尊重，嘛毋是足认同，毋是讲你足认同对方的做法，毋是讲你对方的做法你感觉足尊敬、足配合起来，无其实变，拢我先嘛想起来吼，拢无感觉有一个尊重的意思吼。咱来看即个例句好了吼，变啥物？当然拄则讲啊，就是无尊重的问法啦，无介客气的问法啦吼。你咧变啥物？吼，变看有头路无？意思就是无头路啦吼。就是即连即可能家己讲的人都表示无介有把握啦吼。变看嘛呀，变看有头路无？当你安尼讲时，其实讲我要做看有啥物头路吼？我迄种自信就较有，等于讲我变看有头路，其实就较无自信的讲法啦吼。你无确定会做会成吼，七变八变歹了，即个较免讲的，即就直接甲你讲负面的吼，就是负面的意思吼。所以即个变呢，其实就是有负面意思伫内底吼。就介轻啦，毋是讲足重的啦吼。但是你毋通用即句去讲别人，你会使讲家己吼，变看有头路会使，你毋通讲对方讲你咧变啥物吼。你通讲你咧创啥物？你咧做啥物吼？变啥物都。无啦，别人咧问的时阵，咱会使讲无啦，就罔变啊！对，自谦会使吼，自谦。我就讲我罔变啊！你，若问人吼，问人讲你咧做啥，就表示讲我想要知你的答案。若问讲你咧变啥，就是我看你母的遐吼嘛，啥物无啥物出脱，我真正是凊彩问的尔，我无想要真正知影答案，我就问讲你咧变啥。对。你咧做啥就你即摆当咧做啥？这是一块碗，还是一只椅啊，还是一只啥？我有兴趣，所以我问讲你咧做啥？是。所以变即字就是变成讲，咱家己讲是谦虚啦，无啦，就罔变啦，后壁无讲，变有啊变无，也毋知咧。嘿，大概是有即种警察。对，嘿，就是我对来讲吼，你会使用，但是用来自谦会使，用来讲别人较注意，较注意的，对于你较含足熟的吼，你含是足熟的朋友。
平常时安怎讲话拢袂要紧，啊你变啥？你怎么？伊可能会听知影你讲的，就是足好朋友才会安尼讲啦吼。咱若无熟的袂使安尼讲啦吼。有够熟个，就直接甲灌落个啊变迄无效啦。迄就变成你否定对方嘛，你用变你就是有迄个否定对方的意思啊吼。所以，当然好朋友无一定有即个意思。你好朋友你安尼讲，其实无一定有迄个否定对方的。就是干你足熟，我含你足熟，我用迄种较无正式的话语，较无正式的用字，较轻松的，我含你较亲切安尼吼。所以即个便利的用法吼，其实有遮侪深的意思伫内底啊，爱学起来吼。毋通干那我足讨厌人诶，就是你字典看哦，这含义伊讲意思直摕来用啊，你完全无去理解迄后面的较免怎讲较幼路迄物件吼。啊，字典也无甲你讲，你都毋知啦。有诶字典会啦，有诶字典会写吼。好 ，OK。咱阁继续转来遮讲，准则变心色。即个准则我无解释，但是应该知影意思。准则就是准，时间我看一下时间，9:11啊，我已经超过时间啊。好啦，超过时间啊吼，准则，准则变心色，啊，准则来准先学一下吼。准是毋是有两个意思吼？有两个字，一个是福克文准吼，毋是啦吼。我看卖，有可能是哦，有可能我看卖。第二是的确有着识着准哦，当做哦，当做来伊遮有当做啥物吼？所以就是当做啥物叫做准吼。第三讲，咱来看例句讲有准无吼。就是讲有当做无啦吼，有准无，所以即个准字本身就有迄个当做啥物的意思吼？当做就是我咧想讲英语啥物对应的吼，华语当做啦吼，想看对应就是当做吼，有准无吼，啊所以准则就是当做是啥物吼？准则当做就是做嘛吼，就是准则啥？准做啥物？准做变形式吼。大川西甲即个志勤啊，因翁仔某就好啦，准做你变心色啦吼。好，咱读到遮，咱后礼拜再阁继续吼。今仔日即个病至少要学起来吼，1点钟学即个绝对是会好啦，绝对是简单吼。好，我看卖啊，笔记好，无啥物笔记好，安尼到遮，咱来关房，感谢各位楼骹的朋友，欢迎有兴趣在后礼拜再阁继续。多謝阿君，多謝大家。